跟大家分享如何背谱啦。很多朋友呢都会问卢比说，背谱到底要怎么背啊？我都背不起来啊，或者是说背谱是一定要会的吗？那这么说好了，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把你的感情用音乐传达给对方，我会建议你把谱背起来是比较好的。就如同说，如果我们今天去看一场演讲，那台上的讲师呢，如果是照着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念，其实身为听众的我们会觉得有一点枯燥乏味。那但是如果今天他是不用看稿子的就是随心所欲的把他想要讲的告诉大家，其实台下的听众反而会比较被他的话给吸引，觉得很生动。那音乐呢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今天你在台上呢，你看着谱一个音一个音吹，其实台下多半会觉得蛮一板一眼的。但是如果你希望整个表演是比较生动活泼的那你可以去掉谱跟谱架，其实你跟观众的距离就会拉近了，那你的情感呢跟你的音乐也比较容易会传达到听众的心里面。所以呢，背谱其实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要如何来培养呢？很多人都会问说，到底为什么你可以把谱背得这么多都不用看谱？那我都会反过来问他，你会煮饭吗？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我会啊。那卢比就会问说，那你现在煮饭还要看食谱吗？通常大家应该是说，我为什么还要看食谱？好，那所以这个问题呢，跟你问我说，为什么我可以吹歌不用看乐谱是一样的道理。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得久了，其实自然而然你就会把它背起来了。就跟你现在走路回家，你还需要看地图吗？我相信一开始搬新家是要的，但是现在呢，其实你对那个地区已经很熟了，你还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方向感找到回家的路啦。好，那这是打个比方，但是当然背谱有它的方法。